军宣布8月初4到8月初7这3天，伫台湾附近6个海峡进行军事演练。民众烦恼敢会影响飞零机的航班？会啊，毕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啊，而且会造成百姓的恐慌啊。应该是会不方便啦，因为要绕来绕去。记者靠民航局和航港局，民航局讲还未收到资料，不过这标准做定时会由航管会进民航机撇开演习区域。航港局回应相关措施要来讨论，有进一步才会对外说明。前民航技术认为，目前台湾的飞行机若要飞去东南亚，会对北部飞去南部才越远。台湾要飞出去，敢若当软空棒，不过若是国外飞行机，敢讲嘛会软空棒。就算要绕道，也不是只有我们台湾的飞机要绕道，其他飞机搞不好也要绕道，其他航空公司、其他国家的飞机它都要绕道，所以结论还是一样，还是会发生非常拥挤，甚至是无法飞行的情形。中国军事演习恐惊唔但影响民航，嘛影响到空运。这个时候呢，我想他们在演习，一定会把飞机呢稍微呢就是说调整。那目前还算是正常的。不过有消息来源提供的太大飞航广告，明确列出6大危险区域的经纬度，拢是中国军事演习的所在。搁直接禁止所有飞行机进入这区域。目前民航局也未证实。不过若真正是事实，以桃园机场来讲，安算4号会影响的航班，总共有109班的客机航班，搁有58班的货机无法度照原本的时间飞行。后来，这个阿强要做演习的区域，嘛包括着台湾的北部甲东部重要的市场。嘉南甲宜兰的渔业广播电台，为早起开始，每人1点钟就会放送一解，来提醒渔民阿强演习的范围，请渔民撇开相关的区域，嘛请渔民若看到中国的航舰，爱及时来回报。阿讲大部分的渔民对这代志拢是平常心，照常过日子。涉及区域北部，北纬26洞拐洞洞，东经12115拐洞洞。广播放送，真足交代经费多，1点钟拢爱放送一摆。咱若有发现大陆军舰，请爱通报电台。那家人宜兰渔业电台嘛有咧放送，叫渔民爱甲注意咧。中国为明仔载就会开始做军事演练。我们会发射击的通报，然后让我们的渔船，然后注意避开那个射击的区域。那照以往惯例来讲的话，我们不会禁止我们渔船出海去作业的，除非真的是情况非常紧急。这个军演的范围包含台湾北部、东北部的重要渔场，在地渔会拢开始动作，通知全部渔民。海巡那个船哦，会那边巡逻啦，他会赶你啊，会给你赶到旁边去啊。这是好不好？我们顺其自然啊，就咱家己把你演习嘛，说当阿爸。是，对吧？演是正常啊。即摆当时掠透跳的时阵，渔船大部分会正常出海，希望可能会了钱，不过嘛是无想遐尼济啦。渔民会正常做工课。除了靠海食青渔民，海运部分敢会受到影响，嘛受到大家注意。不过海运路线和航运相比，若是当撇开公轨范围，影响就袂伤大。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